家家有好生，马上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嘉伟。大家好，我是莹莹。那早晨啊，是早餐的时间啦。嘿看到毕业档哦，有谜语嘞。哦，很亮哎。系啊，我帮你团一下嘛。好。上面写绿豆，哪里人？哎呀，我跟你喝同一杯。谁跟你喝同一杯？我跟你喝到有同一个谜语。哎呀，嘉义人。可恶！绿豆嘉义人。造一题。好。请问一下，马街药材最容易迷路？啊，肉菜哦。讲一下。当归。为什么？当归应该回家吗？没啦。不知道，终于有不知道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好。人参地不熟。讲到人参，我想到一个药材。干嘛讲？就是你客家种啊，其实也用人参哦。爱滴，我爱同学，老师选我。人参客家人参就会给头奶的。哎呦，叮咚。哎呦，现在也会是。其实就係梗嘛係用翻譯來講刺五加。刺五加。嘿，咁你啲冇，其實啦，你老嘅當作係種肉菜，唔過啊，其實佢就做啲做料理哦。唔講係印象中嘅幾條呢？嗬，黑模仿片葉菜。因為佢當到奶咧，我知道黑少呢。所以就讓強到你係談人啊，來看營養半足，還不能你是很補身體的東西，好嗎？哎呦，很難得的揾你搶人來啊！係刺五加達人出嚟，嚇，幾條奶塔，嫩人，好，搶一。好，你來搶咧，望肉正太姐，好，歡迎你。太姐好，你好。哎呀，你好。又看到我皮膚暗紅，身體看下暗雜。你好啊。你好。係黃玉珍。肯定一下，你係黃玉珍嗬？玉珍之內邊下揀人啊？我帶頭分。哦，頭分嗬。係啊。跟外加講幾條呢？嗬，幾條呢？係細嘅時節咧，應該講酸藥材。酸起嚟講，客家人咧。人參補啊，係啊。佢最主要嘅功能係乜嘢啊？增強免疫力。嘅唔係自家有種，也係講因為當了解了。那種嘅東西吼，漫山遍野全部係呢。嘅因為老祖宗哦，都清外，都啲嗰種唐山都來台灣嘅都帶過來嘅。古所講見必要用幾條呢來做當到有菜係啊。跟住而家最主要嘅工種係乜嘢？係啲佢農場。哎呦！係啲中間味呢？中間味哦，滿山滿田有間味，之外就請滿山滿田的幾條呢。所以其實啊，係啲人參對身體係好嘅東西啊，野生嘅研究模式入菜來自看哦，所以根本嘅研究像玉珍太子呢，主本嘅歷史好唔好？係啦，先來。對，剃頭出來準備把開盤。幾條嚟做嗰種係整魚嘅。整魚嘅哦，即係台灣鯛。台灣鯛哦，好山好水嘅，幾大熟嘅，啲水啊，就流通水嚟熟嘅，嗰種嘅，唔係講那食起嚟，那肉菜又好食又甜。唔會有奶味啦。唔會。還有一隻豬腳很多嘛嘅，幾條呢？幾條呢？係。幾條呢？按你講嘅就上起來，細嘅時節吼，阿婆沒有。轉來煮湯未做得，係做得。上身係冇食過，係啊，我做嚟試一下嘛。做得咯。你啊，幾條呢？出嚟啊？這個刺有沒有？很多刺，因為你係嫩呢。古所講，唔是講講會灼到。唔會。係啊。唔講做嚟上身。做得，唔吃實啦。馬家米西。講出來呢，有一啲咧小小的涼涼的薄荷，有當像當單純的強臭味，又有點油的味。講翻嚟就皮到油香香誒。我怎麼覺得，來講正經哦，是還有一股那個熱氣跟能量衝上來的感覺。真的。消除疲勞。有呢，佢唔會。像嚟有陣時我喺當講嘅強臭味有冇？太重誒，唔敢食。唔過你唔會咧，譬如講你含到再度哈，好像它會讓我們的唾液分泌。還蠻厲害的。我眼睛有沒有很亮？有稍微亮一點，但還要再亮一點。要整碗吃掉。後來認真對啦，還是粥哈。好，海參。
裝去放喺一啲嚟嗰種嘅鹽，好，來冰那邊，好，來來，裝一下，來，倒一下，哎呀，好，拉哈，好拉，冰一啲咧，啲酒熟啊哈，好，啊，種樹下嘅，係哦，按摩一下哈，係按摩一下，係啊，把它切下蔥頭哈，切下蔥頭，好。你煮食煮幾久啊？細就煮。哎，我呢，我差唔多32歲還唔會煮誒。真嘅假嘅？真的啊。咦？嚇？你好久了。30經驗咪？哦，嚟咁啊？喺鋪上去啊？喺鋪上去，喺咗哪一陣？好，一個煙佢啊。好。誒，按你冰落去差唔多要整幾久啊？準8分鐘就好啊。8分鐘。係啊。誒，我家講嗬，因為30人歲，真開始愛學煮咯。因為無閒啊，做上班啊，做無閒，係啊。然後開始就學煮菜，係看配啥煮，也係有去學。就看電視吧，就也有煮而已，就看到美食料理咧。係啊。咁你有冇想到用呢啲幾條嚟醃菜？因為從細都同阿妹咧講嗰種幾條咧，然後傳承下去啊。哦。因為一太太冇傳承，後邊就冇法度食到啦，哎呀好面試。好，差唔多滾咧。我差唔多滾咧，不用。滾咧嗬，係先不用落去。好，等係。好，計時一下。好，幫我計時一下音哈。好。好，開始。切下哦，薑嘛哦。既然開始煮菜時間要強嘅冇，因為冇入過廚房啊。唔會咧。唔會嗬。係越老就越好煮咧。你喺出邊關嘅啦。係啊。好啦，我盤你邊好啦。你哋一準備很多配料啊，我老豆講全部切好下一整魚嘅哦。冇啊。等下就做的。哦，等下應該講魚整出來，下再處理煮炒嚟。係啊，佢同得黏一當歸做的咧。那你講係哦，因為冇看到乜嘅油哦，我哋嚇。冇變乜嘅東西，我煮會變較多啦，因為新香料變較多，煮會較好啦。你像那人全部，這個全部增加免疫力嘅材料咩？哦，30人先開始煮，係因為你喺農場有關係嘛？哎呀，有冇講？因為我50歲種嚟嘅種下蘿蔔咩？我定一下啦。哎呀，唔過切假一做到一分二啊，係嘛？做嚟蘿蔔咩？冇嗰種，唔該啦。從細我帶台北咩？然後做上種嚟上下做加減做。好，你切咧係黃紅椒、甜椒做，還有披薩用啊。全部切絲哈。切，仲可以下嚟切埋嘅。哎呀，做差唔多嘅差唔多。好。咁人嘅兩幾條呢？愛切嘛？啊，唔是切，對，切啊。因為唔雜嘅係嫩嘅嘛。裝嫩筍嘅。一般來講啊，嗬，我看到兩個係你拿一下好。哎呦，生意哦。生意我全部嚟咯。全部嚟哈，你睇出嚟你看到嘅幾條呢？有上時你去種下，以前種下了嘅時間，本來熟到哦不得了哦。係啊，太空細孔哦。係太空細孔哦。一般來講，你菜筍嘅兩嫩嘅嘛，做得雜來食，佢涼哦。煮雞湯啊。你光煮，唔過你要慢煮愛處理睇。唔得洗澡煎下來煮細槍來洗澡。係啲咧。洗澡裝嚟煮雞湯。切片帶來嘅煮，涼煮嘅洗澡嘅啦。係啊。哦。洗澡煮唔驚涼嘅咧，嗬。咩？這個字。香用油呢啦，煮好嘅做一流鐵啦，煮好以後都流鐵，將冰乾又落去煮。哦。等於係講，你先煮了米絲出來。煮米絲出來。流起來以後咧，這個糖當做原汁嘛。我真係唔知次幾條呢做嚟做很多，難怪佢會變客家人，就是人參嘛。客家嘅人參，客家嘅人參。佢許多人農場一天會用啲幾條呢嚟做菜咯。做料理本大家食。喺農場係咩傾向係咩要求知啊？咩做得啦？係咪做雕嘅雜架咩啊？
讲到钓鱼的，来看一下鱼的好冇？好，鱼的应該當夾熟啦，嗬。係啊係啊看一下差唔多咯看一下，差唔多，看一下。好，來打開來。哦，做得嘛？建議嘅其實做得咯，做得了，做得好，哎，做得夾嘅。好啦。安尼做好啊？哎呀，好忙哦。那做的同志最神到了啦。哦。裡面嘅葱頭也甜甜。哎呀，湯汁啊，先嚟倒落去。好，嘅魚就不用調前落去哈。嗯。哇，你魚的看起來就當厲害哦。好，沙來做乜嘅？那不用啦，那薑嘛，不用啲蒜頭。加嘅魚嘅整出來嘅魚嘅湯汁煎法，係啊，倒落落來開火，薑嘛，還有你切那個蒜頭，放下去，沙來不用乜嘅。係啦，一下我先一啲嘅水放啊。來，你看倒幾倒？你啊，葛粉啊，哈。葛粉就係代替人哋搭以前大家用嘅個片粒粉，係啊。那這個做為了用東西，那因為呢就食安問題咩，拿住那清火用途咩。好，那不用乜嘅？哦，不用啲薑嘛。哎，不是，辣椒啊，這個唔錯哦。啊，辣椒誒。哦。還有乜嘅？啊，那甜椒，甜紅椒，紅椒不用下去。葱誒。好，葱會留一啲咧，哈。啲咧，啊，香油放落去。還有乜嘅？香油放落去係。哦。還有餅糖。係。啲。蜜酒。那唔咩？哦，你還想吃梅子醋？梅子醋。好，梅子醋哦，哈。還有標一啲嘅酒。嗯。誒，你剛剛講嘅雞頭呢？乜嘅時間標？那總得凍腳標落去，那標落去做得。好，你阿標嘅哈。差唔多都滾咧。那我做啲咧。好，你葛粉。葛粉咧標落去。下去勾一點芡。泡泡嘅就好嘅泡泡嘅就好，中午嘅嗰種。誒，我發現，你醬料冇乜嘅調味嗬。冇乜調味。大家咁講冇乜，甚至冇油哦。冇油。就香油甜甜啊，哈。係啊，做哎呀。跟住火關停。那用幾條嚟裝位。哦，裝位冇太熟。係啊。哦，用家魚整魚鹽汁。係啊，鹽汁係啊，用做冇用油咩？一鋪椒全部看起來一簡單嘅，又健康係啊。做好。你說一定嘅整魚時間甜甜啦，哈。來，有陣時我哋講下調起來哈，龍太家講，我請太家說你係乜嘅？幾條呢？整魚嘅。來。香哦，正經同香，其實吼，迄正經裝好，你啊做得，潤茶色，你啊酵素機吼，你啊迄個抗氧白，是講講有一啲人數維明 C 哦。哎呦，竟然結個來哦，我要批到嘅雞湯嘅香味咧。哇！你啊全無調味哦。你看你啊雞肉，係我嘅油亮嘅湯啊，全部係雞油。安尼掉上來鹹醬。幾條呢？整魚嘅嗬。係啊。係試下啊。好像用個米絲啊。本一條魚嘅，用幾條呢？按整過以後，你有看過水族箱冇？水族箱係較大嘅嗬，有當到水草的地方度。唔當種食到就變魚嘅啲嘅潮來潮去，嘅魚真係以後食。唔過本呢幾條呢嗬，煎過以後用嘅汁煎過以後，我知道魚嘅
本来就冇笨蛋就冇出手诶，你那边会有一只新的味道出来。係啊係啊，你五歲是你係3000歲台界，係啊係啊，喺你嘅用真正有了解加上你係葱薑蒜啊，韓國你嘅介頭呢來提味啊，都冇強咯，不過很鮮甜。葱點係乜嘅？冇油哦。冇標油。厝體一啲咧香油甜甜。係。哎，很厲害哦。那個標嗰種含有葛玉金的粉啊。嘿，這個鮮就是鮮，哈，當鮮。唔過我家講吼，唔可以濃重。係啊。你要講，唔加要講，你做對做雞湯。你講到你係唔多食啊？雞湯啦。其上愛顧身體啦，顧身體用的呀。已經當氣，無啦，你都想講，哎呀，我當療效咧，安尼面對做銀行安尼用要求。佢有糖度，你講農場有改，佢小出東上嘅是東西咧，上嘅是好東西。酵素機。係啊。哦，這酵素的哦。酵素。酵素機是形容白，你要用雞頭嚟煮湯。係啊。煮雞湯。煮雞湯。真有啲學，記緊嚟試下。幾條呢？雞湯。哦，幾條呢？用神的雞湯。嚟家家將青菜講就正經準備了，用乜嘢暗號呢？係嗰種繁衍叫阿美米絲咩？阿美米絲啦。係啊。後來講到雞湯啦，嗬，雞湯係應該講一般來講，像你聊的是雞精啊，哈，那其實。不能雞湯就是補精力嘛。係。你下加人參雞湯，所以加啲哈，唔講早幾條呢嘛。你剛剛說的係整魚嘅，用豉嘅。係啊係啊。譬如說加你講到洗，係洗澡嘅。嗱洗澡嘅。你洗澡要洗過嘛？當然要洗過，要洗槍好，張切。哦，洗槍切好，裝來洗。裝來洗。咁冇簡單嘅，加青菜奶下都灼到咯。係啊。嚟看耶穌，灼咗安尼去啦。好啦，什麼嘢本來你了解下，每本電視機頭前嘅小朋友了解。係啊係啊。甚至於啲有的爸爸媽媽可能他後生嘅都冇看過了。冇看過哦。係，真冇看過。好，煮雞湯當中要係湯頭。係啊係啊。嘅唔可以用料嚟煮湯頭。係冇？係。好，嗱，應本嚟開下火。好。水滾也係講冷水就得下。冷水就做得。哦，得直接得下。好啦。好。生意哦，生意哦。好。那差唔多煮差唔多半點鐘。半點鐘。即成冰涼好咧。係啊係啊。成冰涼。當煮好啊，就慢慢地放啲春米落。哦，放啲春米，記曬下食材好嘅啦。好。你阿煮係鳳爪。鳳爪。叫你係泡過水啊，洗過啊？我洗過嘅，係要尖椒啊。尖啊！尖乜嘅椒？尖米椒啊，等下到咗煮咗咪黑夾春米啊。哦。你啊咩係尖過椒？係尖過椒。等下青米將冰落。青米將冰去。係啊。要煮調油。調油係。你啊煮係椒米椒。米椒。係啊。而家本來你食魚嘅嗬，當厲害嘅魚嘅嗬，所以要 QQ 哦，肉唔可以鬆哦，幾樣。那係我自己學嘅。有原因，將有法度吃到我嘅雞肉，因為我全部我自己學嘅，我買自己種。有原因，你看我兩個多按把結啊，熟的咯，係啊係啊，真有原因，因為用按嘅方式學嘅雞，咪做唔得太大量。因為我40幾啊，我就自己母雞上卵，就是雞子自己學嘅，全部雞子學起來。因為拉屎啊問題，我講。有嗰種嘅抗生素，咪全部自己學。就甜眼、絲眼、又香。係，做得人好食烤雞。沒做得去啊農場食烤雞啊，還真嘅有。你這個講啊，等下就聽得唔準。好啊，等下聽你家講啊半點鐘啊。你滾咯。咪吃到有一點久嗬，半點鐘。我點要準備好。係要準備一方啊，係做好嘅。滾好半點鐘啊，係啊。好香哦！正經同鄉，其實吼，迄正經種吼，你也做得。哎呦，準茶是人嘅社會都做得。好，你也去做得來做湯底，哈，來開火。好，係啦，倒落去啊。好，英幫我們開火，謝謝。因為吼，大家看懂清楚吼，加底部有一啲嘅渣渣。
先留过的，冇向下跌牌，向下跌牌咪做跌啦，只是讲适当适咧扣感冒，哦，有上是要速度，我讲速度啦，嘿啦，好，我等佢滚系嘛，那倒落去要做，咩倒落去哦，等下你一下等佢滾，一下我將嚟倒。你嘅你係雞肉，唔是用雞滾水先同過啊？哎呦，哦，那唔是呢，你唔是，不是要去雜質嗎？因為我啦冇雜質，哦，還有我只有是落葉啊，我將伺候。哦，因為這個溫體機，哦，馬上伺候那種東西唔是通過，因為通過的其實是飼料的，因為那是酵素的，冇雜質。哦，失去了口感冇咁樣啊。好啦，你天天雞肉就做得比較好。睇就即係仲係一百磅，或者慢慢。哎呦，我自家父母親係用素哦，唔係，我咩當上係用名，你啊酵素機吼，名迄個抗氧白。是講講有一點亞素維明 C 哦。哎呦，跟我這個來，我平常沒有吃酵素啊，沒做得很愛酵素折尾。哇，我們的那個玉珍姐很用心的把她的雞肉，你啊雞肉給折成絲的嘛，哈。折成絲。你啊差唔多半隻呀，唔單只唔止半隻唔是半隻啊，佢因為我講不用太多落去吼。哦，來上個，可以鉗的哈。一下然之後不用縫做落去啊，一下當不用啲縫做。今日你喺農場啊，有乜嘢體驗嘅法通啊？譬如講，你用啥？帶木坑兒去撈料啊？哦，有啊，烤雞啊。帶我去綁。有咩？做烤雞。哦，做烤雞。我們這邊都可以做 DIY，咩做擂茶餐。做得釣魚嘅嘛？做得。做得釣，佢做得野餐嘛？做得。做得點樣鹹嘛？我啦，民宿忙氣候，威氣候嘅，差唔多。其他哦，當然大家去體驗農村嘅生活啦。係啊。跟一開始啲台北轉來了啲老街嘅時間，老街嘅時間有冇無關嘅地方？黑金剛青島，嗰小金剛啊。哦。啊，我啲門咧。門樹嚟啊！哎呦，就東江都那邊係東江哦，門樹嚟東島。啲成落嘅煙囪唔低啊。哦。佢逐段枯萎，又逐段超萎，又佢講嗰種又全部那個門咧就唔升唔會升嘛，員工升外行啊。就厝體啲啊，係有乜嘢無關嘅冇？譬如講鹽啊、鹽沙。唔會咧，來到種下而家我就想講，哦，特產全部凍好，那全部凍好，全部好嘢冇一隻發現咧。唔可以要搶台唔可以搶有啲人啊，黑生條啊。係啊！哦，都市人他冇共用。係啊，都市人冇共用哦。韓國鋪條韓國鋪條會較慢啊，嗬，唔是按夾。係啊，唔關咧，早陣頭做空氣來以後，空氣咩好，對身體咩較健康。唔知道有檢查嗬？有哦，因為我本來我是本癌症的人，我被類風濕關節炎，然後我就話講，比較大講種下帶就身體都健康起來啊。打埋全部冇問了，全部好嘅哦。做得悶係乜嘅癌冇？乳癌。哦，嘅一下咯。那好嘅啊，100%就好嘅。哇！真係咯，叫我咁講嗬，生活當重要啦。你冇壓力，好自家上過嘅生活，食到好，食到強力，哦，食到唔可以天才食出冇兩問題。可以係搖滾嘛？滾嘛？誒，差唔多誒，差唔多喎。你邊嘢？喺縫做，縫做，係，謝謝。縫做邊下去？係啊，邊先就做，唔用太多啦，唔用太多，就鋼米就好嘅咩？鋼米就好嘅哈。係啊。係真嘅，你係縫做就用下去，我就會想到，就係像一啲成個人做嘢啊。他講緊睇啲就係食嘅雞酒嘛，他係講你係食菜ăn好，做嘢做得是你係做得咯，你係做得，因為要嘅嘛嘅冷啊，然後係就大嘅問題，唔係啊，因為它增強免疫力嘅東西咧，就全部做得啦。全部做得，咁講颱風嗰邊煮法都，你做得哦，所以今日大家就加入加食菜咯，就係做嘢嘅些食雞就食到驚啊，嗬，做得冇厲害。係啊，幾條呢？你雞湯嘛，嗬。係啊，那過年做安樣？
安尼做過呢吼，就電其實雞肉一下就熟誒。跟乜嘅時間啊，邊nhà嘅辣成邊，辣成邊。呀，挑油果。挑油果，邊會跌落去啊？好，係啊。跟住唔是不用鹽咯，唔是不用鹽，唔是不用鹽嗬。係啊。哦，我要偏多嘅雞湯嘅香味咧。係啊。啊，椒汁倒落去。椒倒落去。好嘅一張叫幾張邊落去就。好嘅一張叫幾張邊落去。冇煮太久哦，嗬。係啊係啊。跟平常時啊，不用呢時間，要幾多年100周的去眼農場。我識就大概300人啥。300人啥？跟人做幾好不好？嘅一家來雜揀咩？來採果。來體驗就差。體驗咩採果樂？係。再吃烤雞。烤雞，對。有空油嘛？空油啊？沒做的。沒做的，然後。好，他今天可以哈。開哦。哦，好咯。好咯。好咯。叫佢變下去咯。好。叫佢變下去來。同時記得本來哈。哦。就差唔多。差唔多。就差唔多做啲起伏嘅。起伏嘅哈。你諗唔到。哇！你係全無調味哦。那唔是調味。係啊。你看你雞肉。係我嘅油量嘅糖啊，全部係雞油。係烤式雞翼，成講。哦，成豬烤式雲哦。雞翼。哦。好。哎呦，安尼掉上來鹹醬，唔可以食嘛？唔可以食嗬，繼續冰嚟咯。係啊。龍太家講，見邊個搶太家食得係乜嘅？雞條呢？雞湯。來，試看哦。你喺主場啊嘛㗎？廟油。哦，廟油鬼眼係啊下去。擺落去，它給塑形下。哦。睇安陽州。哦。用穿絲襪。真勁真勁！安尼整起來看起來一獎呢，吼。吱吱作響，有嗎？哦，好漂亮哦。就把它弄得金黃色的，有沒有？你不知道黨椒嗎？好香對，很香哈。很香哦，哦，黨椒哦，黨椒哦。你看我們還看到雞肉嘅嗰種嘅顆粒狀啦。雞桶嚟咯，雞桶嚟咯，無線皮哦，好食咯。你吃食啊？看好食冇？佢披起來吼，出一啲咧，雞條內嘅香，啲雞條內嘅香吼，講實在翻嚟加食起嘅時間，會有一啲嘅嗆鼻，一啲啲嘅甜甜啦，一啲啲不過煮湯啊。你吃啲湯突然變得很溫潤之外，我知人雞肉當厲害呢。你家下咩冇錯幾多油啊？案情吃下去吼，你就吃到講，你唔咩食啲湯甜甜，你當場食當到雞嘅煎法。好。像按你當習慣食那雞湯啊，就係銀鱔啊，冇像香菇雞啊、青草雞，好用啲雞湯呢個雞湯，其實擺雪多。還記住補身體，吼，最近當好嘅時陣，雞肉用飯雪多咧，吼，當肉冇講法，很有彈性呢。有點運動，雞肉煮湯一定要濕濕啊，準備嗒嗒冇呢，Q 啊 ，Q 滴滴咯，啲人都酵素雞啊，係啊，酵素雞哦。還有，我覺得有一個很有特色的地方，就是日本人哋煮雞湯啊，上師傅講嘅雞肉唔好咬，所以啊燉下久的。唔過咧，將10分鐘，雞肉就做得安好食。係咧，大家老到講，你要浸過酒嘅啦，吼，不如乜個米絲，冇呢甜甜。係啊，用吼，它叫釋放出來，給它甜味啊。你要是真正
正经的精力汤。嘿好，莹莹，什么你哎，用吧，吃到面缝缝嘞哎呀，精力都来了。怎么样啊？很棒，懂什么？人啊，咱想讲哦，特别好佢解释来嘅人啊，都想讲按厉害，越来越厉害。看我唔掂样嘅食，我一天爱弄俩解释本国际嘅泰主厨，安尼好吗？好，欢迎一下我们的罗姐，彭月强主厨。还有闭上了嘞，我又飞回来了。哎呦，特别喺南兩片照上照下，然後介紹一下，呢幾條呢？幾條呢年年嗬，玉珍一珍姐對。哦，唔知幾條呢係咪咁啊？啲啊，啲嗬，細有食過幾條呢？冇呢。冇啊！哦，既然健 B 要用幾條呢嚟做東西，咁做嘅。做啲咧咩？我想講，唔最近哦，你上啲體育專欄，喺度轉來。你去參加嘛？參加幾多位美食美科嘅節目，因為仲有你愛用嘅綠，美國客家都得。哇，國際福建東都漢人啊，龍岩。你係 international 國際巨星呢，跟你家家有好生，有去宣傳一下講，有客家節菜係做太溜啦，你台灣做嘅菜天然也冇窮嘅，所以你唔過我係冇煮菜嚟嘅。哦，跟你怎麼跳舞？我係評審嘅菜，然後窮樣哎呀，評咪最煩。即係排泄咯，學到你審查，健 B 去做評審咯。好啊，來啊！沙下來用唔知幾條呢？嗬，我剛剛講玉珍姐講幾條呢？嗬，萬奈煮都係啥？哦，青菜味青菜啥？按呢東西你用板煮一隻當厲害嘅菜嚟俾玉珍姐鑑定一下。好啊，今日佢要雞肉，還有乜嘅要魚嘅，我菜煮啦嘅雞肉魚嘅啦，加樣豬肉啦嘅做一樣功夫菜。哎呦，跟安尼比來比去，過海來過海去，按呢個名按到海夾兩岸功夫菜，安尼好冇？好哋啊，當好啊，韓味哦，厲害啦！今日來看下海夾兩岸功夫菜嗬。乜嘅東西嗬？誒，海夾兩岸功夫菜啊！哎呀，我講，今邊嘅功夫菜睇起來，重點當然係幾條呢啦。對，幾條呢？幾條一天要油嘅嘛？油對。咁樣品容易變咗誒啲功夫菜咧，我看到啲魚嘅。菜。係，你啲係乜嘅？你嘛，你按到醬。醬呢？因為你等下煮嘅菜會加一點它的粘性，所以因為裡面嘅豬肉啊料我取的沒有很多，所以我增加它的粘性，所以我加了一點我自己自製的魚漿。好，你係乜嘅？好，你係按到乜嘅？豬肉係油。你剛才你豬肉怎麼講好多油湯嘛？都唔得，我這邊用切。待會我要加這個進去的時候，會導致它一個那個粘性跟它的滑潤度。對，我今天就開始做我的哈。等下，魚呢種東西係蠻幾食。你啊，我香港有豬油誒，你喺豬場啊嘛㗎？苗魚。哦，苗魚，愛啲咧。咁咪一個菜。你嘅食棒棒腿時間有冇？包落兩邊去泡誒，主要用兩包。佢咪嗌種整個當一煎過，因為做買加兩啲做苗用啲嘛，因為人哋喺一下冇油性，啊雞用咩冇油性，錯嘛？你豬用咩冇當到油性，等一下嗌種兩包落去以後呢，它會鎖住它的甜味跟它的香氣，它不會跑掉，會變成一個捲包起來，給它做底咧。好，做出來東西當好食。好，來，做下。人哋魚板油，而且都油油嘅，唔知道做乜唔好剁佢嘛？你剁佢係咪給它油會逼啦下出來？就唔係，因為我哋做兩樣菜，油嘅方法，做埋講到功夫菜呢，因為你係剁佢，佢會碎碎，會綿綿。然後我係豬肉，你咪係用差唔多剁一塊塊，我係雞用咩一塊塊，然後所以就有口感。其實有時候一點訣竅在裡面，做出來菜是冇窮樣嘞，給人是嚟做啲。好啦，江湖一點絕啦。對呀，我姐告訴你。黑妹咁快就冇稀奇嘅哈。好，你跟我們接着就這樣拉嚟，因為還有豬，還有這樣當魚有當雞油嘛。有，護手霜哎哈。對。然後你外面你切，稍微用我們切，我那個皮外面抹來整體。因為它有什麼？你講。膠質。還有嘞。還有，氣質。還有好吃，對啊，但是我們咬的時候會知道什麼呢？牛外口感，好嗎？我們盡量把它切成塊狀，好，我們切到油油的，你看吃起來有 Q 彈的，
好，嘿用了来，一好下，来，好，一样。还有那鸡胸肉，然后。现在其实你们看到来东西怎么都是缺一个丁状，对，给它老猪肉包，没有，记得哦，然后是好嚟看，好，你雞肉嗬，雞肉，撈雞肉，係撈去，好，好，你咪豬肉，豬肉，撈去，好，你咪解像係你啲啲糖，糖啲咧，然後鹽呢，鹽啲啲味嚟，我幫忙你哈，啲啲咧，講清楚啲咯，哦，好，好。大西買鹽哎，唔好講甜啊！好，來加魚板油，你加落去。加切那個豬板油。豬板油，哎，還有啲嘅你五椒。好，五椒。哎，加啲嘅調油。好，來。薑油哈。加嘿，你看，啲嘅做好，好，啲好。好。好，薑油哦，哎，你把它均勻混合之後，它有彈性，對，我要把空氣打衰打，對，水彈打出來。哎，好了，有彈性嘅已嘛哈，好，你醬油咧？好，醬油啲啲味。係，拿個彈開來。好，捱來嗬。誒，唔來。彈開來係嘛？嗯。哇，按太重哦，而家留到牛切咧。冇啦，而家會燒啊，會燒。哦，會燒係啊。哦，鬼眼係啊，下去。擺落去，可以塑形一下。好。有道菜啊，看起來其實唔會難啊。唔會難啦。以前人講佢緊緊當好食。還有啊，做菜我知道要有耐心。係啊，看按樣大大嘛哈。好嚟，可以包起來。包起來。係，可以當裝。來一下。係，包起來，乾乾的，好，可以擠下半件。好。擠下半件。來。你包兩條咩？哈。好。係啦，你留起來。好，來，講緊。好。啊，你剝條少嘛？要少咧。將落去整半件，差唔多10分鐘啦哈。10分鐘，做得冇？做得。你看按樣做。哦。用穿絲襪。真勁。用買一張做絲襪哦。很性感一個那個什麼？美腿。棒棒腿還是美腿？用美腿。啊，做得哦。唔驚死。講你碌到啊。廚師唔驚死。唔用碟嘅，當然唔驚死。講你重講一下。講你講呢？再講點。太火係嗎？我們現在練習整在時間，你有一道那個就是它的蘸醬。哦，蘸醬哦。因為它講它是比較油嘛，對，這些味就小油小香。那我們就一個清淡的醬料去 mix 它，解膩一下，對，會不一樣。因為多啲下那幾條呢，都還蠻出現咯。哎呀，重頭戲在我們的給條內，因為你知道吃五家它有什麼？它會有點蒸跟那個就是那個是，對，所以對，因為我們要沾這個東西，所以我們會把這個蒸稍微處理掉。處理掉。對，我們把它剁得細。哦。所以就不會吃到。按你書唔會講到，會真的會灼到。因為這種東西其實你不要做太多的那種，就是把它加工過。我常常跟學生分享的嘛，你吃的黑食物、黑食品啊，總要在這一點去聲明，你知道嗎？所以我覺得東西呢，就是把它原汁原味，把它呈現出來。我想就是一道很美味的料理。好，我們加點進去。你要蘸醬，要不然你溫鹹豬肉，你用乜雞？溫鹹豬肉哦，要酸條啊。係啊，你兩邊都得加啲酸條。同啊，還要加乜雞？好，椒哈，加落去。還要加胡椒粉，係嘛？對。哇，就是我們很特殊的醬料。好棒哦。對啊，很下飯哦。我喺講吼，按你食係按你食人，我想到，譬如講，你客家人唔會用一次前菜，你係用按你方法。對對對。應該要加糖係嘛？一啲糖。好。還可以再一點點的鹽巴。好。要比較好。好。好。用整劑油好起來。油哦。好，來吃到你還問給用一天當好食。好，來，我們的那個蒸的東西應該也差不多快好了吧？這麼快？按腳哦。10分鐘。10分鐘。10分鐘。誒，佢醬咗開，底下差唔多係7分鐘轉來哦，7分鐘8分鐘開啦哈。上來就真係食你功夫菜。哇，好厲害！好嗎？好靚，咁甜甜。真甜甜甜糕，好甜。哎呀，我愛用拍骨刀嘅啊。少少，咪你諗啲用真甜功夫菜哈。俾煎下。要嘛？
基本上我们这个有，不是哈因为其他有面的有油嘞，对。哦，安尼整起来看起来一讲呢，哈。你讲啊，种性感的丝袜，真美甜臀哦，美臀哦，睇下冇看到佢腳都會徛起來。等下我改一性感美腿，刚按要剪，看有吱吱作響的，有嘛？哦，唔是做過兩套功夫菜冇？也係講為到根本嘅愛用肉整劑，好好來考慮下人嘅幾條呢？係想像安樣嚟做，然後可以搭配我們的那個赤五家的一個料理，你知道嗎？他是講哦，你冇用豬苗油，用麥雞來包，做啲來代替。其實我知道。它有它食物的一个怎么讲，它的美味特别对，所以你这样问我真的有点考到我，下次我再告訴你。當然咯，做唔得做一片油嘅哦，做唔得片嚟哦。好啊，來其他人他擺，嘿哦，好漂亮哦。对，就把它弄成金黃色的，有沒有？那看我們的視覺效果上面，客人就它真的是很美味的一道食物。唔止應該撈到，逼出來。唔止應該撈到大腸包小腸嘅大腸哦。糯米腸啊，哎呀，它把半米膜中了，你再把油逼出来一下。油逼出来了哈。所以你看我們的油很多的，周菜，對，周菜模式剪落尾都得。係哦。你講係意思跟油法，剪一陣時吐給落嚟。好來。雞海哈。雞海油樣，你必須要當條嘛。好香哦。香哈，對啊，其實這道菜要花一點點時間去做，也不難啦。係啊。來，麻煩你哈。好。來，我們大概是要斜到切一下。很姜哦，哦，懂姜哦，懂姜啊，你懂誰喂？正然哈，雖然正眼一孔，你懂唔得？那用快也係用，唔怕唔怕，哎，趕快把它做出來。因為我按起身哦。好嘞，來嘞。哦，嚟，小哦。看呢，還小碌碌的哈。哦。哎呀，講的。特別剪膏。剪膏以後一模同樣，看我們還看到我們那個肉嘅嗰種嘅顆粒狀哈。所以呢，脆醬入面哎，仲醬啊。係啊。好，而家幾條呢哈，來當裝飾又特別生。因為它這個生菜是可以上桌的，因為它是可以吃，而且我剛剛有用那個過濾水去殺菌。看。哇。將白用哎哈。真係將白用。哎呀，看酷嘞。來。我們的什麼菜呢？哦，唔係龍梯架講嘅，係龍梯架講書啊。你講好了。哦，好啦，係開夾兩蚊功夫菜嚟食。當你開哦，唔將啲地擺路哈，加當葱要喺 TV 吹龍，雞肉、豬肉 mix 釀香下，更好食。哎呦，按手啊！小時候加生哈，生皮呀。你喺加羅姐做嘅醬啦哈，唔會害哈。係啊，因為幾點會富感哦哈。唔講要調味咩？要。唔樣呢？當然哈。當你開哦，有冇？因為我哋講，冇不一定要剪膏，哈。係。你地擺加嘅肉哈，有魚肉，有雞肉，有豬肉，又有魚醬。魚醬啲地擺路哈，加當葱要喺 TV 吹龍，雞肉、豬肉 mix 釀香下。伊天咪講按當肉，這樣嘅咪。其實我係講嘅配豬肉，韓國嘅豬苗個肉，結果全部嘅肉嘅梅湯。當然啦，特別呢啲係醬料，香腐腐甘，更好食。陸正志，你按你食過廿幾條呢？冇呢，我仲要一次做啊，做半夜未食咯。好食嚇，係好食咯，係好多咯。係啊，而且咩唔會難嗬，唔會難。而且係啊，東施情後來。按你吼，你正經按你世界各地按你比來比去啊吼，
我咪當感謝你啦，當個客家菜帶到蠻耐當用心，跟住我覺得不管到哪個角落，你好嘅食材真的要分享，係啊，拿出去做本大家食。唔單止係佢俾學到嘅，係咪希望哦，唔需要外國嘅時間，你教大家，你客家菜很厲害。係啊，他當然要比過嘢，應該比過嘢。要學新嘅東西當教，當做本大家食咯。好啊，佢下擺轉來，你家家有好食嘅時間，又有新嘅東西。你看到捱咧？哎呀，看到邏輯咧？唔係，特別都介紹能人本嘢咯，特別任務都幫我按有面子。對咪哦，然後通上捱哦，上捱哈。我講有政治啊，嗬，而家講佢本來身體冇嘛好，哦，有以前可能做些時節啦，哦，有成分冇強要，哦，你啊開始你新的人生，新的成分，有乜個特別的體驗冇？你做了按多年？那我本來我是從唔曉得。到啦吼，我種水果，我水果老朋友冇中用，因為我是用草根栽培，因為那下東西啊，這家身體冇好，因為這家監視的東西做嚟賣本朋友啊嗰種嘅人客，冇講嗰東西唔好，要賣本人，咪到自家良心咩唔好啦。係，種人哦愛食菜啊。真嘅，做嘛事情全部愛食菜，咁講，海苔咪會較好啊，錯冇？係啊，想法爭，成法爭，哦，乜嘅事情好嘅語言，好嘅正能量就過來，就像啊，比賽比啊，你要做評審老師，還有排攝演上台比的評審啊，沒有什麼。你咪個小朋就會講出來，我講叫佢種多多柑味，係嗬，嚇，人嘢叫佢食，佢下擺用柑味嚟醃菜啦，都得啦，都得咯，分樣好做呢，佢分樣2-3張去留料，好啦，我睇啲講英呢，按你去客家人生，你人生很多物解。幾條呢？客家人生做幾條呢？同埋哦，來家家有好食，不管係主廚啦，也係能人哦，就是有同感同，係人人同感同。有陣時會想講啊，人生出安尼過哦，有啲人會講人生夢誒，過嚟就算啦，冇唔看用政治，幾厲害咧！30歲開始學主食，到了下有自家嘅成分，像安尼嘅邏輯咩強樣。那慢慢去比賽，某一天哦，佢比賽嘅時間，某一天特別都當強，不過盡量本自家都最強，係冇？當然啦，要本自家變下強，需要準時收看你嘅家家有好食。歡迎大家來主持。上來聽下。我係來自3灣雍和村，我係黃玉珍，我係大多。喺做嘅仲係幾條呢？一雞湯，還有做嘅魚嘅，希望大家做來，3灣對人嘅老了，對咬卡，對草草啊，希望大家謝謝。